各位长辈、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今天我想先请大家回想一下，上一次你去医院做抽血检查时，那张写满密密麻麻数字的报告单，你有仔细看过吗？在那些繁杂的英文缩写中，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数字，它可能只有 0.8、1.2 或是 1.5。很多人看到它没有红字就划过去了，但我必须严肃地告诉你，这一个小小的数字正默默地决定着你在未来的5年内是能继续自由自在地去公园散步喝茶，还是必须每周3次躺在冷冰冰的洗肾室里，把全身的血液抽出来交给那一台巨大的机器去清洗。这不是在吓唬大家，这份报告中的肌酸酐 C creatine 数值，就是你身体里的求救信号。如果你今天选择关掉这个影片，或者跳过中间最重要的建议，那么你可能正在进行的某个自以为健康的习惯，正在让你的肾功能一点一滴的流失，而你却完全感觉不到。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便接收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这段影片。如果您觉现的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如果没有，请输入数字0。为什么我说肾脏受伤是安静的？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我们的身体就像一辆运作了几十年的老车，血液就像是在血管这条高速公路上奔跑的车辆，而你的肾脏就像是这座城市里最精密、最辛勤的24小时水处理中心。这个处理中心每天要过滤掉无数的废物。当你的身体还是新车时，处理中心的机器都很新，效率很高。但随着时间过去，如果你不断往水里倒垃圾，或者让机器超负荷运转，这座中心就会开始疲于奔命。最糟糕的是，这个处理中心非常任劳任怨，它没有神经，它不会喊痛。即便它已经损坏了 50%， 你的身体依然感觉不到明显的疼痛，你还是照样吃饭，照样睡觉。等到你开始觉得容易累，脚踝有点肿，甚至尿液里有泡泡时，往往那个水处理中心已经快要倒塌了。肌酸酐病不是你的仇人，它只是一个监测员。当监测员发现处理中心的垃圾堆积如山，排不出去时，报告上的数值就会开始跳动。我们常常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制造了太多废物？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许问题根本不在于废物本身，而在于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强迫这座脆弱的滤网去处理它根本负荷不了的工作量。如果我们能换一种方式喂养身体，结果会不会完全不同？当我们谈到保护肾脏，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老医生，我有啊，我吃得很清淡，我也吃很多蔬菜水果，我还听说要多补充蛋白质才会有体力，为什么我的指标还是在退步？孩子们，这就是我今天要揭开的健康陷阱。有时候正是那些你深信不疑的健康饮食，正在悄悄地加重你过滤系统的负担。首先，我们来聊聊大家最迷信的多补蛋白质。很多长辈怕肌少症，每天盼命吃肉，喝浓缩补品。蛋白质确实是好东西，它像是身体的建筑材料。但是，如果你吃进去的材料远超过你需要的这些多出来的蛋白质，就会在代谢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氮废物。这就像是原本只需要装修一间小厕所，你却叫了10辆大卡车的钢筋水泥堵在门口，你的水处理中心必须判了命把这些水泥清理掉，久而久之，滤网就被磨破了。再来，
是关于蔬菜的误解。大家觉得吃草就是健康，但对于肾脏功能已经稍微走下坡的人来说，某些蔬菜里的矿物质如果摄取过量，反而会变成毒素。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是非常讲究平衡的，这就像是电路系统，一点点微小的电流干扰，就可能让整座城市停电。这个里我要提到2个大家可能没听说过，但非常关键的机制。第一是细胞层级的发炎。请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血管内部一直有微小的碎片在摩擦，虽然没有流血，但这种持续的磨损会让你的血管壁片硬片厚，这在医学上叫发炎。我把它比喻成系统内部的持续摩擦。如果你吃进去的食物容易引起这种摩擦，你的肾脏滤网就会因为长期过热而提早报废。第二是矿物质的无声堆积。有些矿物质在正常人身上是宝，但在肾功能稍弱的人身上，它们会像是不受控制的电波，干扰心脏跳动的信号。当这些东西在血液里堆得太高，你的心脏和肾脏就会陷入一场混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每天认真吃健康餐，却发现身体越来越重，越来越疲倦。因为你笨的病不是身体能处理的。我们一直在追求干净饮食 ，eat clean， 但我们忘了真正的干净应该是轻负担饮食。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老医生，肉不能随便补，菜也不能随便吃，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有一种随处可见、价格便宜的食材，它既不会产生过多的代谢废物，又不会引起系统摩擦，甚至还能像一个专业的保洁员一样，帮你减轻滤网的压力。你想知道它是什么吗？很多人一听说肾脏不好，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尤其是蛋白质，连一颗蛋都不敢碰。这其实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要纠正一个非常普遍的观念，保护肾脏的关键，并不是让你完全不吃蛋白质。如果你完全不吃，身体会开始分解自己的肌肉，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废物，让你虚弱得更快。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你吃多少，而在于你吃哪种。这就是我所说的转折点。我们要把对蛋白质的依赖从重产物转向轻产物。什么叫重产物？像是红肉、猪肉、牛肉，它们在消化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含氮废物，这对肾脏来说就像是处理有毒的工业废料。而另一种是植物性来源，或者是高品质的轻负担来源。它们产出的废弃物极少，就像是处理干净的办公室废纸、肾脏，处理起来非常轻松。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战略。你不需要忍饥挨饿，你只需要聪明的转换。当你把盘子里的一部分红肉换成对肾脏友好的食材时，你其实是在给你的肾脏一个喘息的机会。这就像是一个快要过劳倒下的员工，你突然减轻了他一半的工作量，他才有机会修复自己，重新出发。这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奇迹，而是一种纯粹的物理逻辑。当进入系统的废物变少了，系统自然就能运转得更久。而在这所有的食材选择中，有一种蔬菜，我把它称为肾脏的隐形护卫。它在台湾的菜市场随处可见，甚至在自助餐里也常常能看到它的身影。它并不华丽，也没有被包装成昂贵的超级食物，但它却精准地符合了3个保护肾脏的黄金标准，产生的废物极低，矿物致丰显极小，且富含保护细胞的成分。这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这是一个非常有层次的战略性食材。
我现在就揭晓它的名字，它就是白花椰菜 （cauliflower）。为什么是白花椰菜？为什么不是绿色的？为什么不是其他昂贵的进口菜？因为在低负荷饮食的世界里，白花椰菜是真正的全能冠军。它低钾低磷，却拥有极高的饱足感。接下来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这颗平凡的蔬菜是如何在微观世界里帮你守住那5年甚至10年的肾脏健康。这颗平凡的白花椰菜为什么会被我称为肾脏的守护神？它并不是靠什么魔法，而是透过3个非常科学、非常扎实的机制在运作。第一道防线，把负担栏结在大门口。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的肠道和肾脏其实是一对生死伙伴。如果你的肠道不通，肠里面堆满了坏菌和宿便，这些毒素就会透过肠壁进入血液，最后通通送到肾脏去处理。这就像是一个社区的垃圾处理厂坏了，所有的垃圾就只能运到市中心的自来水厂。你说水厂会不会崩溃？白花椰菜含有非常丰富的纤维，这些纤维就像是一把软毛刷子，在你的肠道里轻轻地刷，帮助好菌生长。当你的肠道片干净了，产生的毒素就少了，肾脏的负担直接减轻了一半。这就是我常说的曲线救肾。我想起一位老病友，他以前不爱吃菜，每天只吃白米饭配卤肉，结果检查出来肌酸肝一直升，整个人没精神。后来我叫他每天至少吃1碗白花椰菜，不到1个月，他跟我说：“医生，我觉得肚子轻松多了，小便的颜色也变清了。”这不是奇迹，这只是因为他把大门口守住了。第2道防线，开启细胞的防护罩。接下来这点比较神奇，白花椰菜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化合物，当你咀嚼消化它的时候，这些物质会启动你身体里一个叫 NRF2 的开关。你可以把 NRF2 想象成身体里的防卫部队总司令，平时他在睡觉，但当白花椰菜的成分进去后，他就会醒过来，下令全身的细胞快把窗户关好，把防护罩张开，这能有效对抗我前面提到的微观发炎。当肾脏细胞有了防护罩，那些流经的代谢废物就不容易伤到它。但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不是吃1次就有效的，这需要你重复且稳定地摄取，让这个防卫部队维持在警戒状态。就像保养老车，你不能5年才换1次机油，对吧？第3道防线，心脏与肾脏的和平协议，这是最重要的技术细节。肾脏不好的人最怕的就是钾和磷太高，因为这会直接威胁到心脏的安全，造成心跳不规律。这就是白花椰菜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所有的十字花科蔬菜里，它的钾含量相对非常低，这代表它是一个安全牌，你可以放心的吃，而不需要担心心脏会突然闹情绪。相比之下，很多深绿色蔬菜虽然营养，但对肾功能不全的人来说，风险就高了点。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严格限制钾的摄取，如果你现在的检查报告都在正常范围，那你只需要把它当成预防。但如果你已经收到了红字警报，那么白花椰菜就是你盘子里最安全、最忠诚的士兵。这3道防线，肠道的减负、细胞的防护以及矿物质的平衡，共同构成了一个减压系统。它不强求你的肾脏去变强，它只是帮你的肾脏省力。在保护老器官的逻辑里，省力永远比进补更重要。这是一场耐力赛，比的是谁能运作得更久，
而不是谁跑得更快。讲了这么多理论，我们来聊聊具体怎么做。我举一个我门诊病人的例子，我们叫他阿顺伯吧，他是嘉义的一位农夫。阿顺伯今年58岁，体力还不错，但体检发现肌酸酐到了 1.4， 稍微偏高，医生告诉他要小心，不然几年后可能要洗肾。阿顺伯很紧张，问我，老医生，我还想抱孙子，我该怎么吃？我没有给他开很复杂的菜单，我只给了他一个3步走的建议。第一步是智慧替代，我叫他把每周原本要吃的5天红肉减少到2天，剩下的3餐改吃豆类，像是豆腐、豆浆。第二步是守护神计划，我叫他每周至少吃4次白花椰菜，不管是清炒、水煮还是切碎了混在饭里都好。第三步是清理门户，戒掉所有的加工食品，像是罐头、香肠、泡面。半年后，阿顺伯回来复检，他的肌酸酐降回了 1.1， 整个人气色好了很多。阿顺伯其实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把他的餐盘重新分配了。在这个里，我送给大家一个长寿餐盘公式，这非常容易记。40%战略蔬菜以白花椰菜为主，搭配其他低钾蔬菜。30%安全淀粉，像是白米饭或地瓜，提供能量。20%智慧蛋白，优选豆制品、蛋白或鱼肉。10%好油脂，一点橄榄油或苦茶油。这个比例不是绝对的，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基准。如果你现在的肌酸酐已经超过 1.5， 或者你已经有高血压，正在吃止痛药，那你更要严格执行这一套方案，因为止痛药就像是在燃烧你肾脏的生命，你必须提供更多的缓冲来保护它。关于白花椰菜的吃法，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花椰菜米，把白花椰菜切得碎碎的，取代一半的白饭，这样你既能吃到饱，碳水化合物又不会太高，还能摄取大量的保护性化合物。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求什么神药，而是透过每一餐的小选择，建立一套稳定的系统。如果你的生活习惯是一辆失控下坡的货车，这些饮食调整就是你手里的刹车。刹车不需要一下子踩死，但你必须现在就开始轻轻的踩，车子才不会冲出悬崖。今天的影片来到最后，我想跟各位说几句心里话。肾脏这对器官真的很奇妙，他们像一对沈默的夫妻，在家里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哪怕你熬夜、抽烟、乱吃药，他们也只是默默地在后台帮你收拾残局。他们不喊痛，是因为他们有照极强的忍耐力，但这份忍耐也是有极限的。当有一天他们真的发出警报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是伤痕累累。我常跟年轻医生说，看病不只是看报告上的数字，而是要看那个人背后的生命。保护肾脏不只是为了那张检验单好看，而是为了让你在未来的10年、20年依然能有尊严地活着，不用被机器绑住，不用每天看着那一袋袋的透析液。所以请记住我们今天的减压战略。第一，减负重于进补，少制造一点垃圾，就是对肾脏最大的仁慈。第二，转换蛋白质来源，从红肉转向更轻盈的植物性蛋白。第三，重用战略蔬菜，让白花椰菜成为你餐盘里的常客。第四，戒掉加工毒素，别让那些化学添加物磨损你的滤网。最后，多喝水，少吃药，给你的系统足够的润滑。每一口你选择吞下的食物，其实都是在投下一张健康票。
你是在支持你的肾脏剂续为你服务，还是在逼他提早退休？这张票就在你自己的手里。这个周开始去菜市场的时候，记得带1颗白花椰菜回家。这不是因为害怕生病，而是因为你珍惜这具陪伴了你大半辈子的身体。你希望这套精密的系统能陪你走得更远、更稳。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如果你觉得这些建议有道理，也请你动动手指，分享给那些你关心的长辈和朋友们。一个小小的分享，或许就能改变一个人5年后的命运。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次再见。